勤洗手，打喷嚏用衣袖或者是手帕掩住口鼻。没有把握就不要靠近我，徒劳无功啊，徒劳无功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伍佰。全球都在预防 H1N1 新流感，现在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做防疫。首先，勤洗手，打喷嚏用衣袖或者是手帕掩住口鼻。希望变成大家的基本反射动作。除了多运动、均衡饮食、少抽烟之外，随时注意自己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。万一出现不舒服或者是感冒症状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赶快戴口罩去看医生。生病就要在家休息，不要抱病上班，更不要自行购买克流感药物服用。朋友啊，大家这会一起来做防疫。我们待会要去左手边的你们右后方的帐篷，这边会有一个视讯的影像，还有影片的画面进行收日的一个过程。方便。需要进行居家的隔离，生活垃圾将由环保局协助清运清看。同时，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热食已送下来通知的人员已下到楼下进行热食，保持空气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。另外，社区内部如果有定期的活动会议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告知管委会，如果可以取消，不能取消，暂时先往后延，减少群聚感染机会。同时，社区内部会使用稀释1:100、500ppm 漂白水进行地板的拖拭以及桌椅的擦拭。这是我们目前社区还没有发生状况之前，新北市的因应作为，这是我们的流程。居家的时候，一定要戴口罩。勤洗手，居家保持通风，还有这个不要外出。新北市政府有准备一个居家检疫防疫包和这个关怀包，里面有口罩，还有影音、影片，保证你的家里面绝对不会很无聊。谢谢。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里长、李干事跟他关怀，同时看到富康巴士已经来到社区的门口，通知我们的张先生，第一1样量口温，第二戴口罩，第三呢，请他带个健保卡。那现在呢，当他把这个物资整理好之后，随即就要坐富康巴士到医院去做洗肾的一个。是，那目前看您的状况的话，可能有需要建议您转诊到市县慈济医院。那不晓得您方便自行下楼吗？我是可以下去，可是家里还有2个小孩跟1只狗，没有人顾，要怎么办？小孩跟宠物的部分您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协助联络社会局跟动保处来做安置。那等一下再请你下楼的时候，一并将2名小朋友跟宠物带下楼。那全体人员下楼的时候也请记得一定要佩戴口罩哦。看到我们的毛小孩由我们动保处人员提前带走，而小孩社会局带走。针对需要居家隔离这一些处置的人员呢，由我们专地分的人员带走。1楼出入楼梯，我们把2楼以上左右两边使用疏导的方式，将门口让实际疏导到1楼，也可以酒精先消毒，或者是稀释的漂白，消毒完之后，热色放到我们的子母车的主车，最后再进行消毒。
第一会咳嗽，第二会喘，接下来就是轻度的病变，转成重症就重度的病变，甚至最严重会呼吸衰竭。而这一些目前看得到的患者呢，支援脑部救护车，至少而言，我们会给消防车有消防的救护车的收治。那另外呢，针对这两名刚才提到，它就是轻症。监测的一个仪器，方便我们做一个关怀及视讯人员的掌握。那这些救护车就是患者送到隔离中心、送到收治中心的过程。